囡仔休热有真侪营队来看中华的台语文园区有台语文化营。今年是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囡仔人报地戏、佮讲故事，希望囡仔伫咧生活当中自然讲台语。讲台语，真趣味，哇！城五洲掌中剧团的王英俊团长教囡仔人讲台词、人报地戏红仔，嘛有绘本设计、声情训练侪丰富的课程，让囡仔人哪算哪学台语。阿母以前捌带我去附近的县市的庙去带我看布袋戏，即摆会当家己亲身体验，伫咧戏台顶悬家己演布袋戏，是一个我感觉足特别的经验安尼。我本身就真爱讲台语，是第二届来参加，来遮老师拢用台语教阮足侪物件。逐年休热时，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拢会举办台语的营队活动，要来推广本土语言甲台湾文化。今年的课阁特别邀请专业老师来教囡仔，利用布袋戏、绘本甲搬戏的方式，用台语小解台湾事，毋但学台语，嘛会当学习其他的专业知识。囡仔拄拄来的时阵吼，全部拢是华语、国语。但是这3天伫阮这边一定爱讲台语。这3天我相信大家有看到，这囡仔即马台语拢听讲甲足练长。今年的时间，可能无法度看到大堆伫遐咧变馆吼，表演毋是阮的目的，是真正听有，真正会晓讲，真正普通时就会当安尼互动，阮感觉较要紧。关怀基金会表示，今年营队活动无安排成果发表会、互相拼馆，是伫上尾天邀请家长来教室甲囡仔互动，了解这3天营队的学习成果。希望透过活动甲台语传承的种，也到每一个家庭，呼吁较侪人做伙加入台语家庭，互台语生活化、正常化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